每日生活喺節奏咁快、壓力咁大嘅城市入面，你係咪都試過以下嘅狀態？明明尋晚瞓足7、8個鐘，但朝早起身，個人依然好似冇充過電咁。返工坐低冇耐，個腦已經開始放空。食完飯之後更加攰，眼皮重到差啲撐唔開。又或者你發現自己近年越嚟越容易腰酸背痛、肚脹便秘、皮膚敏感，甚至連情緒都變得起伏不定。最令人無奈嘅係去做身體檢查，報告可能話一切正常。於是你開始懷疑自己係咪年紀大咗，係咪純粹自己頂唔順壓力？但如果我話俾你知，以上問題原因正喺你身體入面每日默默發生，你卻完全感覺唔到。大家好，我係阿 Moon，係一位營養師。每星期我會用廣東話同你講一本健康同身心靈好書，我會用聲音陪住你，訂閱我，一齊越聽越健康。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叫做《發炎萬病之源》，作者係腸胃專科醫生兼營養學專家 Shilpa Ravella。佢提出一個顛覆傳統醫學觀念嘅看法。好多我哋以為互不相關嘅疾病，其實都由同一個源頭開始。呢個源頭就係慢性發炎。講到發炎，大部分人第一時間會諗起喉嚨發炎、牙肉發炎、傷口紅腫發熱，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覺得發炎一定睇得到。但原來最危險嘅發炎，往往係睇唔到嘅。佢唔會令你即刻痛到瞓唔到，唔會令你即刻入醫院。相反，佢好似一把細細嘅火，每日燒少少，每日傷少少。10年之後，你開始高血壓、糖尿病、血管硬化，甚至可能出現癌症等等。而最可怕嘅地方係，當你發現問題嗰陣，往往已經唔係第一日開始。其實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本來係用嚟保護我哋，當細菌病毒入侵或者受傷流血，免疫系統就會立即出動。呢個過程其實就係發炎。換句話講，發炎本身唔係壞事，佢甚至係救命嘅機制。如果你割傷手指，傷口紅腫，其實代表免疫系統正在維修受損組織。但當呢個系統長期處於警戒狀態，事情就開始失控。作者喺書入面講咗一個非常有意思嘅觀點：免疫系統唔單止係軍隊，佢同時係清潔工、維修員、工程師。當身體正常運作，佢會清理垃圾、修補細胞、消滅敵人。但如果長期受到刺激，呢支軍隊就會開始疲勞，甚至分唔清邊個係敵人，邊個係自己人。結果，本來保護你嘅系統開始反過來傷害你。而呢種情況就係現代人面對最大嘅健康危機之一，因為現代生活幾乎每一樣嘢都喺刺激發炎，例如長期熬夜、高糖飲食、精神壓力、久坐不動。呢啲因素單獨睇好似唔嚴重，但當佢哋日日出現，就好似不斷有人往火堆入面加柴，最終將身體推向慢性發炎狀態。而好多人以為自己只係攰，其實可能係身體一直喺求救。如果你最近經常覺得點解我咁容易疲倦，點解減肥咁困難，點解情緒越來越差，咁接落嚟呢部分內容你一定要聽落去，因為我哋要一齊拆解究竟呢把隱形嘅火係點樣由保護我哋慢慢變成傷害我哋。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如果發炎咁可怕，點解我哋身體仲要有發炎？答案係因為冇發炎，人根本活唔到。你試幻想一下，如果有一日你切菜唔小心割傷手指，但身體完全冇任何反應，冇白血球過嚟，冇修復，細菌可以直接入侵，傷口永遠都唔會愈合。所以發炎本身並唔係疾病，而係身體最古老、最重要嘅自我保護系統。作者喺書入面提到，人類免疫系統其實分成兩大陣營，第一個叫做先天免疫，第二個叫做適應免疫。你可以將先天免疫想象成屋企嘅保安，有人拍門，佢第一時間就衝出去，唔需要知道對方叫咩名，只要見到陌生人就先制服再算。皮膚、鼻腔、胃酸入面嘅酵素都係第一道防線，而巨細細胞、中性粒細胞就好似前線士兵，發現敵人就立即吞噬。至於適應免疫，就好似警方情報部門，佢哋唔單止會打敵人，更加會記住敵人。例如你細個生個水痘，
點解大部分人唔會生第二次？因為免疫系統已經將病毒樣貌記低，下次再遇到幾乎可以第一時間消滅。所以先天免疫負責速度，適應免疫負責準確，兩者合作先至保護到我哋每日免受無數細菌同病毒攻擊。但如果軍隊每日都處於備戰狀態，會發生咩事？士兵會疲勞，判斷力會下降，甚至開始誤傷自己人。作者引用咗免疫學研究指出，正常情況下，免疫系統識得分辨自己同外敵，但當調節失衡，就有可能將自己身體嘅細胞當成敵人，引發持續嘅發炎反應。呢個亦係部分自身免疫疾病嘅機制之一。不過，更值得我哋留意嘅係更普遍、更隱蔽嘅隱性發炎。呢種發炎同一般傷口發炎完全唔同，冇紅、冇腫、冇熱、冇痛，你可能每日都照常返工生活，甚至驗血都未必有明顯異常，但身體就係一直覺得唔舒服，成日攰，專注力下降，記性開始變差。明明食得唔算多，但體重一路升。好多都市人以為呢啲全部都係年紀問題，其實書入面提出另一個角度，有可能係因為身體長期處於低度發炎狀態，令修復能力慢慢下降。我特別鍾意作者一個比喻，免疫系統唔似開關，唔係只有開同關，佢更似一個火爐。火太細，燒唔熟食物；火太大，又會燒爛間屋。真正健康唔係完全冇火，而係火力剛剛好。可惜現代人每日都不斷幫呢個火爐加柴，早餐一杯高糖飲品，午餐加工食品，晚餐外賣，每日坐10幾個鐘，長期瞓得唔好。呢啲習慣唔會即刻令你病，但會令免疫系統一直收到錯誤信號，以為身體不停遇到危險，於是發炎反應一直開住，慢慢由保護變成消耗，由修復變成破壞。作者甚至指出，呢種慢性發炎唔單止影響身體，連大腦都會受到影響。當免疫系統長期處於活化狀態，疲勞感、腦霧同整體狀態變差都可能隨之出現。咁到底呢把火究竟可以燒到幾嚴重？點解醫學界而家越來越相信心臟病、糖尿病甚至癌症都可能同慢性發炎有關？講到呢度，你可能會開始明白，慢性發炎並唔係一種疾病，而係一種身體狀態。真正令人擔心嘅係，當呢種狀態持續，佢會慢慢演變成各種慢性疾病。首先，我哋由最多人關心嘅心臟病開始，一直以嚟我哋都以為心臟病最大元兇係膽固醇，所以好多人驗身，第一件事就係睇膽固醇高唔高。但作者提醒我哋，膽固醇並唔係故事嘅全部。真正令血管出現危機嘅係血管內壁長期受到刺激，引發發炎反應。你可以想象一條原本好平滑嘅高速公路，如果路面一直完整，車輛自然順利行駛。但如果路面開始破損，維修工人就會不停過嚟。免疫細胞就好似呢班維修工人，當血管內壁受損，佢哋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希望修補問題。但如果受損情況日日發生，例如高血糖、高血壓、吸煙等持續刺激，免疫細胞就會不斷聚集，甚至吞噬壞膽固醇，慢慢形成泡沫細胞，再累積成脂肪斑塊。更危險嘅係，呢啲發炎細胞仲會令斑塊變得唔穩定。當斑塊破裂，血栓形成，就可能引發心肌梗塞或者中風。作者仲引用咗 Cantos 研究發現，一班曾經患過心臟病嘅患者，即使膽固醇冇明顯下降，只要針對發炎反應進行治療，再次發病嘅風險依然可以降低。呢個結果令醫學界開始重新思考，原來保護心臟除咗控制膽固醇之外，控制慢性發炎同樣重要。跟住落嚟，作者講到另一個更震撼嘅主題——癌症。以前大家都覺得癌症主要係基因突變，甚至覺得係運氣問題。但作者指出，如果一個組織長期處於發炎環境，細胞不停修復、不停分裂，出錯機會自然增加。例如慢性乙型肝炎同肝癌、慢性胃炎同胃癌、長期腸道發炎同大腸癌風險增加。呢啲例子都顯示，
長期發炎可以為癌症提供有利環境。書中仲提到一個好有意思嘅概念，原本應該保護我哋嘅巨噬細胞，喺某些腫瘤環境之下，反而可能被癌細胞利用，釋放有利腫瘤生長嘅信號，協助腫瘤擴散。呢個發現令人重新理解，免疫系統並唔係永遠只有保護呢一面，佢亦會受到身體環境影響。睇到呢度，你會開始明白一件事：慢性發炎真正可怕嘅地方，唔係因為佢即刻令人病，而係因為佢一直都日復一日咁受傷，直到身體再承受唔住。好多人都會問：咁我點知道自己有冇慢性發炎？作者提醒，慢性發炎未必一定有明顯症狀，更唔一定可以單靠感覺判斷。不過，如果你長期出現疲勞、腦霧、消化不適等狀況，都值得留意自己整體生活方式，並同醫生討論是否需要進一步評估。不過呢本書最令人有希望嘅地方，並唔係指出問題，而係作者一直強調，慢性發炎並唔係完全冇得逆轉，身體每日都具備修復能力。只要你停止不停為火堆加柴，再開始提供有利修復嘅環境，身體就有機會慢慢由發炎狀態走返去平衡狀態。咁如果慢性發炎真係同咁多疾病有關，我哋到底可以點做？係咪一定要食藥，定係要買好多昂貴嘅保健品？作者嘅答案其實比你想象中更加簡單。佢一直強調，發炎係一個可以透過生活方式調節嘅生理過程。換句說話講，你每日食乜、瞓幾耐、點樣生活，都會影響身體。究竟係繼續發炎，定係開始修復？首先，作者最重視嘅就係飲食。書中指出，植物性食物含有大量膳食纖維，而膳食纖維唔係直接餵飽我哋，而係餵飽腸道入面數以兆計嘅好菌。當好菌分解纖維之後，就會產生短鏈脂肪酸，例如丁酸。作者認為呢啲物質有助維持腸道屏障，同時參與調節免疫反應，令過度發炎得到控制。相反，如果每日都食好多高糖、高鹽、高飽和脂肪同加工食品，就等於日日向身體入面嗰把火加柴。書中特別提到，加工食品入面常見嘅乳化劑有可能影響腸道菌群平衡，增加腸道屏障受損嘅機會，令更多會刺激免疫反應嘅物質進入血液，引發低度慢性發炎。所以作者並唔係叫大家追求某一種神奇食物，而係提出一個我非常認同嘅概念：食物協同效應。意思係一餐有多種天然植物、多種顏色、多元化搭配，往往比單一超級食物更有價值。例如番茄配橄欖油、薑黃配黑胡椒，唔係因為某一樣食物神奇，而係因為佢哋互相配合，令營養更容易發揮作用。除咗蔬菜，作者亦鼓勵適量攝取發酵食品，例如乳酪、味噌、泡菜等，因為呢類食物有助支持腸道菌群平衡，而腸道健康正正同免疫調節息息相關。作者提出仲另外兩個免費，但係好多人成日忽略嘅方法。第一個就係適當嘅間歇性斷食。作者解釋，當身體有一段時間唔需要處理食物，細胞就會啟動一個叫做自噬嘅機制。簡單嚟講，就係將老化受損嘅細胞成分回收再利用，好似幫屋企做一次大掃除一樣。作者認為呢個過程有助維持細胞健康，減少因細胞垃圾累積而引起嘅發炎。第二個就係運動，好多人以為運動只係為咗減肥，但書中指出，規律運動仲可以改善腸道菌群，減少內臟脂肪，而內臟脂肪本身就會釋放促進發炎嘅物質。換句話講，減少內臟脂肪唔單止係瘦身，而係幫身體減少一個持續刺激發炎嘅來源。講到最後，我想分享少少我自己嘅感受。做咗20幾年營養健康工作，我接觸過好多客人，好多人第一次見我都會問我：Moon，有冇一種方法可以快啲好返？以前我都好想幫大家假到呢個答案，但睇完呢本《發炎萬病之源》之後，我更加相信一件事，其實真正令一個人變健康，從來唔係一種神奇食物、一粒保健品，甚至唔係一個療程。真正改變一個人嘅，係每日重複做嘅生活習慣。因為身體好誠實，你點樣對待佢，佢就會慢慢回應你。你每日夜瞓少少，佢記住；
每日壓力大少少，佢都記住。但同樣地，你今日開始食好少少、瞓好少少、喐多少少，身體一樣會記住。可能佢唔會即刻俾答案你，但只要你願意一直做，總有一日你會發現身體開始慢慢還返一個健康俾你。所以我越嚟越覺得健康其實唔係同疾病鬥快，而係學識同自己身體合作。唔好等到身體大聲求救先開始關心佢。由今日開始，多聽一聽身體想同你講乜，因為真正嘅健康並唔係突然得到，而係每日一個細小選擇，慢慢累積返嚟。如果今日呢本發炎慢病之源可以令你開始重新留意自己嘅生活方式，我覺得今日呢十幾分鐘就已經好值得。多謝你一路聽到最後。如果你鍾意依類用一本書陪你重新理解健康嘅內容，記得訂閱越聽越健康。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